牛我妹煮鸡脯，爱讲买鸡嘞，买唔到猪肉，呀哈是爆猪嘞。我来到他行看电视嘅哈，阿妹行到他行看热辣子，妈妈疯讲啊，爱到9月初9嘞，忙买猪肉了。阿爸惊一下讲。头到新闻讲，我有4、5年无猪肉好买，无猪肉好摆阿公婆爱养个啥？我上海是无包料嘅夜饭，我问讲，阿妹，到底用夜饭皮做猪肉料嘅用嘅么？唔是包料，又做得做出来。阿妹讲。做得哦，也是特别时期，我妹无法度啊。阿爸讲，俺用火抢命嘅事，不爱做太多嘅嘢，做得拿来用哦。阿妹双牙头那讲，莫看你昂昂，上次。还有真怪怪的用诶，我是先讲，我真唔会讲，我嘅都市系桂林真诶哦。阿爸笑讲，姑说，因爱老娘都市讲咁恰哦，什么嘢？等我讲下，我记得大概4年long诶。听夜安赞分享哦。